家好，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。今日係11月25號星期二，由我李子晴同大家主持第125期嘅六合彩幸運二金多寶現場攪珠。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。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1億5685萬。由於連續7期頭獎冇人中，今期係幸運二金多寶，估計頭獎基金高達6800萬，而投注總額嘅15%，亦即係2350萬，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。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，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、左至右順序排列好，即刻開始第125期嘅六合彩幸運二金多寶現場攪珠。哇！我知道係應該係佢慢咗啫。我仲有個 app 輕機啊，17定11咧。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7號，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7。係17號啊，大熱門號碼1號。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號，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。喂，係你個3751嗰個組合波嚟㗎，17啦，1號啦，48號，喂，幾好啊！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8號，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48。喂，呢個世界咧，第四個搞出嚟嘅該不會開埋個7號2號啩嗱？127咧個組合咧係經常出現嘅，爭咗個7號啦，會唔會彈出嚟咧？如果唔彈呢，49難度，37咁鬼數。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7號，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7。上期36加1咧就37，哇！呢啲波又係加1減1啲兄弟嚟嘅喎，35啊！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5號，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5。偏紅。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8號嘅組合應該都多人揀。好啦，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，多謝大家重複一次啊！分別係有應該有唔少人代咗2個半字㗎啦。 30呢啲二頭成嘅 number 都特別多人。號碼係8號㗎。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，又或者投資3獎嘅。今期開乜嘢？今期開，哇！大小平均喎，大小平嚟喎呢度，搞錯，以為佢起碼集中偏大啊。不過集中偏大都3大都 OK 嘅，大小平好難估啊今期。咁啊偏紅波梯級落嘅偏紅波，咁啊同10期50期個勢都反㗎啦，因為係偏綠啊嘛，偏綠。排第2就偏紅啦，但係佢今期主要集中偏紅。單雙嚟講呢，偏單嘅，偏單4單2雙啦。蛇係50期嚟講排第2嘅生肖嚟嘅，係啦。今期蛇你都起碼開2個波啊，5個入面揀2個啊。今期只用金多寶計算，所以就偏咗22、23、32，哦，不過都好啊！你揀到個17，咁啊火27尾，今期係開27尾比較多，1個門勉強開多啲啦，因為個
揼碼嘅關係，其實係集中喺1同30嗰兩門嘅，缺20嗰門啦。20嗰門呢，就上期呢就開咗一個嘅啫，今期就開0個，睇嚟佢越開越少啊！睇翻呢度黃葉程度啦，哇咁冷門啊大佬，好冷喎！今期開冷門波啊大佬，呢度淺色到爆炸，然之後呢，開5近1遠，如果唔計揼碼，唔計揼碼5近1遠。10期就冇乜相同相較合理嘅，50期哇翻嚟啦，3個半字嘅相同相價啦，上期嘅相同相價並唔多嘅啫，係啦，但係因為呢，前一期嘅相同相價呢，好似係開咗一個嘅啫，睇翻前一期先，24號嘅相同相價，前一期好似開咗一個定3個，睇睇先。係啦，前一期開1個，你今期要追成3個半係真係有啲難嘅。咁啊，100期係最穩定嘅，不嬲都係3到4個，係啦。如果你追開100期去揾相同相隔的話，7尾我買咗7號同17號，因為17號係黃波。你分開咗2同8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1、2、8呢啲好意頭嘅波呢，應該都多人揀，真係意頭波，所以純粹係特別多人揀啫。2個半字啦，應該。咁啊，睇翻啊，今期啊呢張紙就1號仔度啦，17係黃波，跟住8號係個特碼。仲有咩啊？48號，48冇揀啊！今期喺呢度，35都冇喺呢個榜上面，37都唔喺度，最多2個半字啫。呢張紙都只係點解47號唔開？開個減10都好，咁點解唔係將36加1呢？36加1咪37咯。呢期36啊嘛，加1係37，減1係35，哇！你加1減1都可以捉到呢2個波。如果用36嘅話，用36加1減1都捉到佢，其他就難捉啲啦。今期如果就係淨係用頭呢個波去捉嘅話，唔係喎，但係你畫四方格嘅話，加1減1，因為36你已經霸咗，係咯，都係得4個波，26同46啊嘛，跟住37、35，中獎號碼組6中3有嘅，不過要用每月第9期嘅黃波。咁樣望呢，係暫時嚟講呢，每月第9期呢係有5組數據呢都可以中到3個波，都係啲黃波嚟嘅。每月第9期嘅黃波，10期波都有嘅，10期嘅落球順位黃波係啦，17中3咯，3個半。3個半，不過都係嗰句啦，揀定咗就實冇死，用10年嗰啲。4個字，19中4，都係每月嘅第9期黃波。去到5個字都已經31個波，都今期好少話要用晒所有金多寶嘅，話晒幸運二金多寶都只係開咗3期，應該有係啦，
但係呢個係用晒所有唔同雜不楞嘅金多寶溝埋一齊嘅。不過呢，佢咁樣包法呢，得50期嘅話呢，我諗應該得最近嗰幾期嘅金多寶嘅啫，先會攞到落嚟，因為計緊50期。最近嗰啲金多寶嘅冷門就有機會喺28個鐘5個半。冇啦，後面嗰啲都係30幾40個波，因為30嗰門上期爆燈，好難今期開2個，唔再玩隔離波。隔離波嘅定義，除咗加10減10加1減1都係隔離波嚟嘅，你應該唔好召喚佢。你唔好召喚嗰個玩隔離嘅兄弟出嚟。係咪10年一定有3至4個？唔一定，唔一定，只係唔使用腦啫。即係你長期堅持淨係用10年嗰組數據，就好似我拍片成日用1800期嘅數據咁嘅啫，係啦。因為成日轉唔同數據都。你下期開佢，你又冇用到佢呢，你就大鑊。所以呢，定咗嗰期就只係因為10年，我成日覺得唔使點樣用腦，你一下就係撳埋揀10年就搞掂啊嘛。邊個叫你召喚咗佢啫？你唔召喚佢，佢就唔蒲頭。不過佢今期都叻，佢今期揀咗個17號，唔算係隔離波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期10期嘅變化啦。10期變化又唔算話特別大喎，你見呢，除咗個28號係一個將10期嘅距離拉得太遠啦，所以我哋呢就唔睇28。咁你留意啦，10期波呢，後面呢幾個呢，因為呢度就係計6個啫嘛，應該唔止呢5個波開3次，後面仲有一堆波開咗3次，咁大家要去翻大數據。咁10期嚟講呢，估唔到啊，呢個2號仔都殺咗上嚟啊！其實有冇留意呢？10期波呢，之前1嗰門咪好冷嘅，但係以咁樣嘅排法呢，係真係洗晒上嚟啊！如果計旺波嘅話，佢又好多期都好冷門咗成10幾期噶嘛。嘅1嗰門，我未對啊，一路直播緊未對。張紙喺邊呢？睇下手抄嗰兩注先。手抄嗰兩注通常有寫低噶嘛？有寫低啊？冇啊！今日冇帶嗰張手抄嗰張紙，手抄，所以對唔到住。我印象最深刻就係個17號，因為10期入面嘅旺波。好，喂，但係呢，留意啦，10期呢，藍綠波呢係平均㗎，追得都幾貼下。偏大單雙就平均，又係啲之前開過1次嘅波，而家啱啱開完變2次，唔係啊，呢度唔算，呢個係因為早期36、26係重開，所以先喺度。估唔到開1、2，係10期還是10年？10年。我今期揀咗10年10期去睇啫。如果你問我，如果你想長期去煲嘅話，咁你輕鬆啲，唔使點諗，你一下揀10年係易睇啲嘅。即係揸咗你係10年嘅每月第幾期，定係10年嘅每年第幾期？10年嘅星期2，定係10年嘅25號咁樣咯。係啦，咁啊老虎仔今期炒咗，雖然佢喺10期嚟講係旺波，
30個門依然旺啦，依然都係旺，今期都開2個。留意呢度呢，其實係集中中間呢幾個啊，追得都幾貼，即係唔單止係27尾，成個尾呢係咁樣。之前呢咪係呢中間係突上嚟噶嘛，佢而家係淨係旺喺頭尾呢啲嘅尾數入面，7、8尾係最旺嘅，7、8尾係最旺。我諗7尾應該會繼續旺落去，因為8尾早期好旺啊嘛，咁佢應該係旺喺28號呢啲位置，所以呢，佢就排緊第一。但係你見28號旺咗太多期，佢而家冷靜翻呢，我諗7尾應該慢慢上嚟，6、7尾應該上緊嚟。如果你問尾，我有揀2係因為感覺會開第6感好強，第6感好強啊！咁啊50期，喂50期嗰啲全部6波嚟嘅喎，唉，使唔走住啊！因為以前開，所以變化唔會好大。14號依然都係冷門波啊！14號旺波就17啦，28冇啦。上面呢係得21個波嘅啫，21個號碼波喺度。頭獎冇人中。哇！咁下期開幾多？及下先。8800萬，好意頭啊，大佬！下期大家努力啲，睇下佢有冇食到一期先。有啊，佢食咗一期啊！星期6開啊，佢食咗星期4嗰期啊！佢今個月已經開得少噶啦，喂大佬，唔係啊嘛？你因為頭獎冇人中，你下期竟然唔開改星期6，豈有此理啊！改星期6啊，大家有多3日半嘅時間，多4日啦，4日嘅時間。咁啊，50期嚟講，狗仔同蛇都係排第一。30個門依然最旺嗱，你見50期呢係集中中間嘅尾噶嘛，但係你見近排10期嚟講係一個凹咗落去嘅形狀，咁啊你要留意啦。係啊，改星期6咯，豈有此理！已經係金多寶都多人投注噶啦，你下期加翻個800萬落嚟。照星期4都唔過分啦，佢竟然改星期6啊，大佬！好，睇下呢個滾動勢發生咩事先。好奇係咪仲玩緊每隔2期着燈啫？嗱，紅波玩緊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之前有冇紅波玩緊1、2、3呢？冇，有啲似紅波下期，你唔通常最多玩1、2、3，好少會見到1、2、3、4咁樣上嘅。1、2、3多數見得比較多嘅 pattern 嚟嘅。咦，藍波啊真係開2個㗎喎！之前咪話呢度2個藍嘅，連續2期2個藍嘅，佢今期都係2個藍。但係呢，佢頭尾夾住啊，2個1啊，咁佢呢一度中間夾住嘅會唔會係4個藍波？4個藍波啊！雖然藍波同綠波最近10期追得都幾貼，紅波我就唔會搏佢上1、2、3、4嘅。紅波嘅睇法會覺得係2個或者1個，因為之前3嘅時候呢，下一期就1啦。但係呢一度呢係211啊嘛，我就諗緊會唔會係322嘅 pattern，即係假設紅波呢，
感覺就俾2個佢，坐底就1至2個啦。下期我會俾4個6波，何解呢？何解係4個6波呢？個 pattern 係點睇呢？係因為10期50期都係旺6波。我 mark 翻我嘅感覺先，而家嘅感覺啊，因為我暫時都係同大家一齊睇數據嘅啫。藍波個話，先感覺4個，如果唔係4個的話，我會俾2個佢，因為呢，佢早排有試過3條2啊，下面呢段時間係3條2嘅，雖然中間呢度係2條2。咁啊，一係俾4個，一係俾2個，唔知啊，試下先。6波有1個上2個，亦都有1個上3個。我個 feel 啊，3個，細啲嘅話就2個。咁嘅組合呢，因為組合上應該係跟翻10期嘅，我波色細，即係偏藍或者偏綠。單雙，咦？單雙今期冇開平均，嚟咗2期連續嘅偏單。之前呢，就咁睇10期，你係睇唔到佢連續2期偏單發生咩事嘅。你要睇就要睇15期，咁15期佢就會拆晒1期期俾你睇嘅。個 feel 呢就似呢咩呢？之前咪同你哋講嘅雙數着燈2期着燈嘅。下期留意翻啦，呢度玩緊着燈啊，下期會唔會着燈呢？即係呢度包翻一隻色俾佢呢，有啲感覺係玩雙數啊。有呢個感覺玩雙數，如果雙數嘅話，會俾幾多個？4到5個佢啦，係啦。諗緊唔會再開6啩，因為如果呢度包翻一個 C 字形呢，佢係有機會6個嘅 C 字形嘅話，但係應該唔會咁癲啦。唔咁癲嘅情況下呢，就應該係2個上4個，2個上5個嘅呢一個組合。大力，聽日我直接去馬會買4注，揀個吉時去，唉，大小我會俾翻平均佢先，大小就平先。好，門路估你唔到喎，門路以為你0個噶嘛，點知即係玩緊呢個2002呢個 pattern，點知佢玩202就算啦咁樣。0到1個啦，1個門0到1個啦。10個門玩緊3條1，不過好多時1嘅下一期呢就2個，1下一期有2個，咁啊睇你會唔會10個門俾2個佢啦。如果唔係，有機會4條煙。我一路用開 app 買都唔支持我，所以揀翻個吉時去馬會買。20個門呢，着燈啦。有機會着燈啦，着燈2期，着燈2期，着燈2期。所以上期同大家講20個門呢係1或者0個噶嘛，嚟緊着燈啦，咁啊俾翻2到3個20個門都唔過分嘅，2到3個啦，唔過分嘅應該。30，因為之前未試過4個啊，所以30個門有啲難估嘅。30嗰個之前10期都未試過上4個嘛，好難衝你下期究竟搏佢揀幾多個。
不過兩個上三個都有嘅，兩個上三個嗱，我都講咗啦，好多時玩緊一二三嘅時候，下一期就唔多角會開嘅，所以紅波玩緊一二三就算啦。當然你可以搏佢繼續開紅啦，紅當當啊嘛。今期都好紅下，喺啲金多寶嘅時候開紅當當都合理嘅。40似乎碌返去以前嗰種1010嘅時候啊，下期你俾41個兩個，其實好多時呢012呢係有嘅，咁你咪試下012上咯。40就010101跟住0011 40係弱啲嘅，最近6、7期都好弱下。30嗰門我覺得會重開35號，何解呢？35連開咗2期噶咯喎，35、36之前連開2期都斷喎。點解你唔搏37連開呢？因為之前37近10期，37有試過連開2期嘅噃，17都有試過連開2期嘅噃。就咁望10期啫，我只係指，咁你可以睇翻10期啦。開彩啦，今日跟住，呢個 pattern 都幾得意喎。好，上期呢3個波我都話㗎啦。原來2號之前都有試過重開㗎。有啊。我頭先咪你就咁，因為呢度係50期啊嘛，咁呢段時間就係10期啦。頭先咪同大家講嘅，佢10期內呢，原來呢3個兄弟係一齊開㗎。之前係一齊開，再一齊重開，係咪？雖然佢哋隔嘅期數唔一樣，但係10期內係有試過重開。呢3個我 mark 低先，呢3個幾得意。因為我就啱啱就咁望10期嘅啫，你就已經好短時間內見到佢哋開完下期再出現㗎啦。咁啊，你自己可以睇翻10期嘅波啦。呢個 pattern 非常之有趣，36。39、1、2、3，39。但係如果我30嗰門，我未諗到30嗰門俾幾多個佢。雖然佢個靚嘅相同相隔1、2、3係好吸引。10號嗱，10號呢點解開彩之前呢就會覺得佢係隔1期開，甚至乎隔2期開呢？因為佢之前係有試過隔2期嘅時候開嘅，而家仲係一個鏡像添。不過你要睇下靈尾係咪近排會開嘅波？靈尾2號我有感覺隔期開。哎呀，唔啦，呢度之前呢度1開完之後隔成8期先出現喎。如果佢唔連開的話，等到佢8期，或者你當佢係倒數波，隔多1期變2嘅時候，同一個自己一樣號碼波嘅期數嘅時候，你先揀佢，即係一個倒數模，係啦，幾得意啊！28可以俾多1次機會佢嘅，可以俾多1次機會佢。雖然以前睇落呢，就係一旦中間有4次呢，佢一定會隔勁耐先會再出現嘅。即係佢嗰段時間好旺，之後就唔會再出現噶啦。如果有追開 channel 嘅話，我啱啱有解10號，但係拆解咗2+8，邊有得咁㗎？唔得，唔可以咁諗嘅。
唔係啊，其實你個號碼3751都幾過癮啊！個組合出嚟嘅數字，今期都有1、17、35啊！喂，唔錯啊！喂，大佬。你試下用你個3751去組合。呢個47啊！呢個加10呢係有機會嘅，喺近10期嚟講呢，係有試過37之後下一期開47嘅，就喺13號同16號嗰2期，你就咁望就望到㗎啦。所以而且呢度呢好得意嘅，佢呢度隔16、17中間係有一個相隔期數，所以以呢個波嚟講呢，佢都幾得意。好，冇啦，27係介乎喺17同37中間。諗下先，近排好少開27，係一個冷門波。好，冇相同相隔，冇相同相隔嘅呢3個波，你可以玩下佢下期會唔會重開嘅。7號仔就倒數啦。11號同13號係兄弟嚟嘅，如果你將呢一期食埋變8嘅話，佢係兄弟。18號係倒數波。17號開完下期上唔上開18號係有試過嘅，近10期17號開完下一期有試過開18號，就咁望一望10期其實都幾多嘢睇。係啊，一係有機會重開17號，一係睇呢就有機會17下期開18加1嘅話，我決定玩4近2遠。其實呢一個模式係因為開採以嚟歷史上佢呢個模式開得比較多啫，相對嚟講比較穩定。兄弟波9號係倒數25，喂25都好耐冇見你啦。25用35減10就25，不過25都真係好耐冇見過佢。今期2號開咗，係加1就3號。29係一個同自己相隔期數一樣尾數一樣嘅號碼，特別啲啦。呢個點 mark 好呢？係唔 mark 啦，29係幾特別嘅。通常呢啲波我都會留意，即係如果呢度變42呢，我都會留意42；呢度變14呢，我都會留意14，咁解啫。今期冇相同相隔呢，有31個。上期呢，相同相隔呢，開成3個半。如果喺呢18個入面揀中3個半字都幾爽，不過最多2個好啦，係啦。50期穩定啲嘅數據係2個，不過你可以挑戰揀4個嘅喺呢相同相隔入面。旺波今期爆冷，咁啊50期嘅旺波呢得6個旺波，唔揀都得，因為50期今期都係得1個旺波嘅啫。咁啊得43個冷門，冷得嚟又遠呢，係由6號仔直落都係冷得嚟又遠。冷得嚟又遠呢，就25、29都會望一望嘅，不過要睇埋其他數據。我買完6合彩就留言，即係咩啊？你唔去投注站
買完就會留言係咪？定係你用手機買呢？好啦，今期就俾咗10期、50期嘅數據啦。咁啊，祝大家下期星期六好運啦！咁啊，星期六再見。咁啊，以上內容只供大家娛樂同俾唔同數據大家參考，切記多的疑位啦。今晚係咁多，拜拜。